各位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现在欢迎大家来参加祷告会。在祷告会一开始呢，要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呢，大家都愿意来到现场来参加祷告会。现在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将赞美神，我们将我们的赞美献给神。姐妹请坐。现在请安静我们的心，请圣灵现在来与我们同在。圣灵，请你现在来充满在这里。圣灵，请你现在来与我们同在。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求你来改变我们。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
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不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重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充满在这地。渴望更加的认识你，我渴望更认识更深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经历。是的，是的，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不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重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就是要呼求，我不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重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是的，是的，主，谢谢圣灵，谢谢圣灵，谢谢你时常来这里，充满在我们的身边，谢谢你圣灵来保护我们。我们知道，让我们要每一天，我们都要需要你。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寻求你。主，我们要说，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每一天，
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为我们行奇事的主。主，这是我们的呼求，愿我们每一天更爱你，愿我们每一天渴慕你的话，愿你的圣灵来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更认识你。恳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耳朵，听明白你的真理，开我们的眼睛，特别是开我们的心眼，看见你是行奇妙，你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困境何时软弱，靠主何时得刚强的主。谢谢主，虽然在寒冷天气，我们依然一同聚集，同心合意祷告，见证神你的大能，也唤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神你的恩典。我们相信过去经历，现在经历，未来也要经历。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叫我们有智慧，叫我们得着你的应许跟自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你姊妹大家平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么再来看一段圣经，我们要读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12节。我们要一起来用华语的经文啊，请我们现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一起来。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也在讲着趁日时着趁迄个好的时机来做工啦。趁着美好的时机什么是美好的时机？如果照保罗所说什么，我得时不得时就爱做工，就爱去传福音了那弟兄姐妹，咱来想讲这一段的故事是一件美事，或者是看到这个瞎子，一想到就是罪，是罪的结果。人都在艰苦还有人落井下石，对。他看不见的，他在他的心里面，或者是他遇到苦难，或者是比如说现在钟贤哥这个状况，有人就说是他犯罪，是因老爸、因老母犯罪。那听在这样当事人的耳朵里面，你会觉得怎样？特别是他的耳朵特别灵敏，对不对？目睭无看，耳孔拢较灵敏所以我们来看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苦难的问题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我们可以了解当事人的感受吗？这些门徒问耶稣，或者是后来这些邻居，是他，不是他，无猜做厝边对吧？还有法利赛人更绝是谁依你的？然后他说出来那个人不是从神来的，讲耶稣不是对上帝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门徒问了一个困惑人的问题就是人类有史以来这个苦难是不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会常常问这个人，因为这样是不是因到安怎伊做歹失掉？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回答，但是却可能这些回答是伤害人。甚至你要看法利赛人去问伊的爸母，问甲起性地，你知道吧？我们只看到上半段如果有机会，你看到9章的下半段。问甲安怎？伊大人你徛家去问伊啦。问甲安怎？心内足袂爽的。本来是一件美事，对不对？伊目睭会当看见，他被医治，但是把它归咎是，是恁爸母，恁做了什么款，或者是这个瞎眼的。是他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苦难。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像厝边对这个人漠不关心，对不对？是伊，好惨就是伊，不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施舍而已，但是我们从没有可能蹲下来，然后去跟他对话。如果你有跟他对话，你可能不会像这一些的厝边讲上是伊，好惨就不是伊，对吧？所以，我们对这些在受苦的人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来反省：我有多少时间是陪伴他们？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段经文，让我们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你看见的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是看见的是这个人那伫安息日来医治人？你是看见这个瞎眼的他的需要，或者是你只看见道德上他是最普遍性的想法，对吧？他是因为罪，所以导致这样。在场的有几位去过西罗亚池，对不对？包括处理长老有去了哦。我们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有的人稍微滑倒了。所以在那个情况，我们可能专注在什么？专注在哇，对呀，圣经有这个地方。但是耶稣专注的是这个人的需要。耶稣专注的是不是这些门徒想的他是罪的原因，而是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耶稣很简短，不是因为他的罪，嘛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是要在这件事上彰显荣耀神。所以在这咱有讲，耶稣邀请门徒从苦难当中来看见上帝工作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最近在为钟贤哥祷告嘛，我们也在期待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事情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看到这位上帝行奇妙的事的上帝？是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使无变有的，是认识到这位主是怜悯人的，是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失明的人他的心境，还有他的家人。礼拜天我跟义祥讲，我说我体会到你的心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阮老爸较早捌中风过，捌顾过3年外。我在台北牧会，一接到电话住院了，虽然有外佣，我就飞下去，然后在高雄长庚就在外面陪伴。会面的时间到就进去看，就是短暂那个时间。时间到我又飞机回到台北，继续我的牧会工作。所以我体会，我有经过嘛。所以你会用同理呀，耶稣会同理这些人啊。那我们呢？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是一通电话问候而已，或者是我看到有一些的同工小组长用生命在陪伴。礼拜一本来休息嘛，但是接到我们张玉干事的电话，我本来要往台北的途中，但是我就打电话说：“师母，你自己回来吧。”我就赶去桃农。我知道那时刻失去亲人的那种心境。所以我丢下活的人，陪伴那些失去
亲人的这些活着的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不是因为我是牧者，不是因为我们是小组，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共同体里面，你有没有看得见此时此刻那一些人的需要？他们可能需要你的陪伴，不说什么话；他们可能需要你说一句两句，不用太多。耶稣看得见这个人需要，耶稣医治他，是用别人所看不见的，或者是别人意想不到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到西罗亚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这段的故事？或者是哇，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有没有想起这个地方西罗亚是什么意思？奉差遣。今天你经历了，你有没有去到你的亲人，或者是你所接触的人的当中，去分享？即使会碰到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即使会碰到他的邻居利喜像，但是他勇敢的去面对。即使碰到法利赛人，迄个都不是对上帝来。伊搁伫安息日做这款代志，应该是违反上帝的律法。但实际上就是我看见了，我过去看不见，但我现在看见，连心里都看见，他是一位先知。虽然他还不认识耶稣是救主。弟兄姐妹，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了，我们看见吗？还是看不见？所以这是耶稣要提醒我们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欢喜嘛，对吧？应该是欢庆，但是其实不然。你回去如果再看下半段，你会看到一些的冷漠，看到什么？一幕幕的究责，是谁的罪？是谁医治你？这么大胆，怎么在安息日？或者是我们像这位失明的人，他看见耶稣，我相信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以后他会一直诉说，就是有一个人，嘴拿呸呸啊头很高过的，我就看见了。神会透过我们来诉说他奇妙的大能。神会透过你的见证可能拯救了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了一句话：趁着白日，就是趁着那个还可以做工，趁着你有气息的时候，这个白日可能是看得见的，或者是你容易去做的，或者是我用另外一个来解释，你要给他讲，你要给他分享的时阵你赶快，就好像礼拜天有牧师在讲本来要牧羊，这会牧羊，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我们要随时抓住那个机会了。今天上帝给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当做工，对。昨天我去打第3剂我就一直祷告，主要不要有副作用，因为我看到庄玉敏牧师讲到一半就可能倒下去了，打疫苗，我就祷告主啊保守，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礼拜6有结婚的订婚的。再过来有告别礼拜的，还有要上课，还要做什么，好多但弟兄姐妹你呢？
你能不能把更多时间分别出来？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赶快趁着可以做工的时候，就好像华里克他爸爸要去世的之前，在病榻对他说，像直奔标杆那个作者，抓住他的手，抓掉野手讲啥？赶快再多为主赢得一个灵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提醒我们，趁着白日来做工，特别是趁着我们还可以做工的时候来做工。就好像我们奉差遣，我奉差遣啊，我愿意啊，得时不得时来分享伫阮生命所经历的见证。求你来赐福阮，透过阮所听的经文、所看的这真理，互阮会当看见，让我们看见神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大能。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你是那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主，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也是耶和华以勒，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在我们欠缺的时阵，你为我们备办呐；在我们行无路的时阵，你为我们开一条路。你在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也透过以下我们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是高举主，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将时间，我们给历史长老鼓励鼓励啊！真的，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衰弱时，但是还愿意做主的工啊！牧师长，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刚刚牧师的讲道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很大的感触。因为我最近太太生病，以及我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以前一直在回想过去曾经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想这些事情。那最后我看到一段文字这样写着：不把病痛当果报，是要显出神荣耀的作为。就能够比较能够释怀。那今天刚又轮到我们第6区的见证，见证神的荣耀、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数算神的恩典。实际上，神的恩典随时随地都存在，都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事情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所有的自然而然，这个自然力也是上帝所创造的。甚至有一些我们认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幸运，是一种巧合。但你要知道，幸运或是巧合，也是在神的掌理当中。稍微讲一个短短的见证。前几天我家厕所马桶塞住了不通，我在那边处理了2-3个钟头，买了许多工具，通了老半天。已经2-3个钟头过去了，还是不通。结果我突然想到，我要处理之前应该要先祷告，我要准备要祷告，但是忘了祷告。但是赶快补祷告，补起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再通2-3分钟，它就通了。这当然一般人来讲是巧合，刚好2-3点钟啊，差不多要通啊，哎呀。刚好这样2-3分钟就通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在我祷告之后，他才处理好，他才通畅的，所以我还是在线上感恩，在用祷告在向神献上感恩。
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巧合当中，但是你要知道，无你是要安怎，我就祈祷了后，伊才通的呀，哎呀，所以要用，还是再继续祷告，要献上感恩啊，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8节这样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数算神的恩典。首先，我们请荧幕看这个。我先属第6组的小组长全家人执事来见证神的恩典。牧师娘，长老，还有各位兄姐平安，还有线上的各位兄姐平安。我是第6组小组长，每次要感恩见证之前很久，就开始邀请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最常听到的都是更正哦，我即摆就无安怎呢？是要安怎？是想要安怎？敢就一定爱安怎？我今天来见证，就是见证，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无安怎。我的摩托车刚过22岁生日，是一辆很老的摩托车了。但是因为第6组有3个弟兄开机车行，所以我的车子被照顾得很好。虽然22岁了，但是还是很强壮。但是，年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每天的路线都差不多。那要回我家进地下室的时候，停车场也不算是个坡，是高一点点而已，就觉得底盘 K 一下。那在路上上班，在路上压个人孔盖而已，就 K 一下，我就在想，奇怪，我车子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那也看不出来。那过了几天，大概2月10号吧，我去茂树跟月英他们的店里，我就说奇怪呢，我的车子很容易去 K 到啊，可是我看也没什么东西掉下来，我以为是烟当供落来，可是不是。结果去的时候，茂树拆开来看，我的车，大家应该没有见过，车子的大梁已经断裂了，车身啊，整个车子的主体铁的部分，那既然已经裂了，没有断，已经裂了，那为什么车子还能骑呢？车子外面不是有塑胶壳吗？那怎么会这样呢？那个楼赖吧，轻轻的这样碰一下，那个就一个洞了。茂树说，如果有发生碰撞，或者是蹬一个较大的窟窿，我的车子就会断成2截。那看我是要跟前车头，还是要留在车尾？那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而且因为我过年假快结束的那个礼拜5，应该是2月4号，我还骑到3重，骑到3顶坡来回，摩托车要走龟山的山路。那我这一辈子去3重，大概这只手还数不完。我因为不认识路，所以去的时候，绕了很久。那回来的时候也绕了很久。那这样子骑着已经有裂纹的车子，茂叔说，20几年的车子了，不意外啊。可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就出意外了。那上一个礼拜，互助社开理监事会，那我把车子停在，那个叫中华停车场嘛，就是有室内停车场的地方，离教会比较远的那一个，不是旁边这一个。那我停室内要有一个坡，我每次骑进去的时候都会蹬一下，那个我知道，蹬一下。然后我这次骑过去的时候没有，我才突然惊觉，原来我的车子那个真的是已经很久就有
那个下线的情况，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因为过完年上班很密集的去感觉到好像常常会有什么东西 K 一下，或者是过个人孔盖就等着嘞，我还不有意识到要去检查。所以感谢上帝的保守，感谢神，他是生命虽然在神手中，但是还是荣耀要归给神，因为上帝稳定，所以我无安怎。那在这里也让线上的我的组员知道，无安怎才是要来做见证哈，勇敢的上来，荣耀归给掌管我生命大事小事都看顾的神。谢谢嘉玲小组长的见证。其实他这个见证我有一个相同类似的情形。我前一辆汽车是福特嘉年华的车子，也是20几岁了。有一天我们去宜兰太平山，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这边有一个路标，上面写着到大溪100公里，我就那是北横啊。于是我就开着北横回来一直开的都没有问题。到了大溪的时候，怎么发现踩刹车的时候咔咔咔咔咔有声音？停下来我下去看，它那个刹车皮全部没有了，是铁跟那个刹车骨在摩擦。如果再早一点，因为那时候因为从宜兰的那个七兰山那边的时候已经傍晚5、6点了，所以整个在北横上面都是在晚上的时间开。如果在当中就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神的保守。真的，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很奇妙，真的要向神献上感恩。好，那我们来请第2位第11小组的李俊宏弟兄。是红满的先生嘛？哈 ，OK 啊。很感谢来这个教堂做这个证件。我想很多人不认识我，那我想3秒钟我口罩拿下，我再戴上，好不好？因为我要说证件分享，还不如说我在教会的那个成长历练跟感恩分享。那我想我来高雄教会哈，这次是第3次上讲台。第一开始想我结婚的时候。我在教会28年了，所以第二开始李奇恩他那个满30岁的时候，那个刚到教会的新生婴儿的时候，第3次呢就是这一次我都上了讲台啊，所以我想说很高兴来这边教会。我26岁的时候来到迦南教会，然后26岁的时候也因为28岁受洗的时候，也因为来这边我认识红满的姑姑是那个陈凤娇哈。很高兴，因为认识陈红满之后，让我产生那个开始的一段那个危机之旅哈，危险之旅哈。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红满那时候住在宜兰头城，我在桃园，为了爱情，我每个礼拜6晚上要开那个9弯18拐到哪里？到宜兰头城跟他聚会。因为那时候我大姐是那个东山教会的牧师娘，我大姐夫是牧师，所以也是很缘分的，就是。我礼拜6晚上去住那个，晚上跟他约完会之后，12点回去那个东山教会住，那隔天8点要跟红满在那个头城教会聚会。那我们的聚会就是边做礼拜边谈恋爱哈，很感恩哈。所以到晚上5、6点的时候，我要赶回到那个桃园这边上班，所以我跟红满展开了1年半左右的那个我们说恋爱之旅哈。那好不容易到28岁的时候，终于我们那个。修成正果哈，100多次那个9弯18拐，那时候没有水穴的时候，很感恩，我都很平安哈，这个是很感恩的事情哈。后来到28岁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后呢，到30岁，因为我们公司要到大陆去设厂哈，所以我很感谢红满哈，他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泼，因为我是台东人，所以我的个性就比较 open， 我爱拍照，所以红满很感恩，他说俊宏，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想去发展。因为刚好公司到大陆设厂，所以我就去了哈。很感恩红满路，我就一只风吹哈，愈飞愈远哈。红满嘛袂歹，伊就台湾有一条线遥控，甲我叫来山登去，月底先叫2个，俊宏有没有在不在？
我知影这个月要交薪水啊，所以我感谢说，我们平常这种机会还是会联络哈，因为现在拜了我们那个电脑网络知识，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全家都会做一个小组的聚会哈，就是我跟黄满、启仁、家安，礼拜六晚上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就用视讯我去看他们3个人，那我们就家人聊一聊启仁、家安这个礼拜忙什么，那我工作忙什么，忙完之后我们就一个聚会的祷告，为我们全家人分享，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事情哈。所以在大陆当中，我去过了福建，然后福建、广东、浙江还有安徽这4个地方，我待了大概26年了，好快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我回来台湾都是3个月回台湾一次，几年都要膝盖乘以26，差不多100盖左右。所以，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一年都看起来，风都没去啊所以很多人不认识我，所以我很感恩说，不管在哪里，我都觉得，包括我在大陆一样，我会去找教会。礼拜天的时候。我很感恩大陆的教会现在跟台湾是同步接轨包括我们前2年我带那个大陆的牧师在我们江南教会这边，就是台湾之旅的他也学习，我觉得很高兴那我觉得不管在哪里，我觉得信仰真的很重要。虽然说我离开这么久20几年的时间，但很感恩不管在哪里，我都有教会的聚会，这个是我想要去感谢的。一直到我50岁的时候，我忽然有个感悟是什么呢？我发现到我50岁之前呢，我都坐在台下，牧师讲我要听大概那个圣歌队给我听。那我发现到50岁之后呢，我应该走出来。所以50岁之后，我才开始告诉我自己，我应该参加侍奉。所以我在大陆，我参加了大陆的圣歌队，跟那个也是礼拜3的在职团契的主理，也是主导跟分享。我觉得很感恩一直是红满的支持，跟小孩子嘛加乖拜到礼拜的时候我们聚也能够讲，这点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包括有一次我在大陆，我经营一家工厂很累的时候，我打电话回来台湾给那个叫郑伯正什么牧师忘记了我在大陆，那我打那个电话回来给那个牧师说，牧师我怎么该赶快我觉得我压力好大。那牧师就在电话中为我在大陆就用电话帮我祷告，就大概讲了1-2分钟，很感恩。祷告完之后，我觉得心胸就开了所以我觉得，不管台湾在大陆，我觉得信仰是无时界的，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心所以我很感恩。包括这次疫情也是一样，虽然说回来了26年时间，我回来休2个月那我跟洪满讲，我启仁家弄大学毕业嘛，被他骗。洪满说，你要不要干脆回来算了？你哪怕外面那个捡垃圾的也好，对不对？你呢做实习嘛好，你便当去嘛好，我觉得也不错。毕竟离开这么久，我觉得你的思想在哪里，还是要继续去奔波嘛。那虽然奔波很累，是讲给赚几块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钱赚多了，你得到很多，失去很多的亲情所以我跟洪满讲，给我一个机会。我若去那半个月回来我就认了，去3年5年回来我也认了总是60岁之前，我觉得还要再拼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是当开发经理，我做产品设计，那我又当厂长，所以我在大陆的时候，2000人讲的我拢袂紧张，但是这场讲起来我多紧张嘞。拢袂使讲白菜，有时候在大陆可能讲话快，在这个场合内我们要尽量就是真诚，1就1，2就2，我觉得。也很感恩因为洪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妻子所以把家里面其他人都带得很好。那我很感恩我们的家，我是第3代的基督徒那我大姐是牧师娘，那我3姐是那个巴黎教会的长老阮家无出高人，我出一个洪满替补我的位置至少对教会的奉献有一点奉献我觉得很感恩不管在哪里的话，我觉得。心很重要，那我希望说，如果有机会，最后的这几年在大陆或者台湾的生活，应该还是要慢慢归到家里面来。我希望说，下一次第4次我站到讲台的时候，可能是启仁结婚，还是家安结婚，我想很感恩也希望说启仁在最近的要受洗当中，能够在上一次讲台，那我就很高兴。我这辈子如果能够上10次教会的讲台，我就很开心了。包括如果有机会回来。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希望圣歌队什么团契，我都能愿意去参与，也应该去释放。我想有时候不应该只是我的80岁啊，唱歌在台上做，应该要多一些奉献。我觉得黄满这点让我很欣赏他我觉得
虽然家己的某吼无偌水，但是还是偶尔起来。我想说，还是要感谢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分享哈，这样的见证跟教会的历练啊，好，很感谢大家，谢谢。你若等来，我常常安排你上台。好，很感谢正雄弟兄，就是啊，咱若坚持去掉伫上帝，就会得到上帝足大的祝福。但像俊雄兄跟洪满的婚姻那么美满，那么和谐，家庭那么和谐，洪满执事在教会的服事也真是可圈可点，所以真的是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坚持守住这个道。好，然后接下来第3位，我们请苏莲姐妹来数算神的恩典。这样啊。牧师，各位平安。我信主已經30幾年，伫信主的過程中間，經歷到上帝奇妙的足濟恩典。我會記伫我做我囝國小3年的講台語啊國語。國小3年級的時候，我帶他去參加一個聖靈更新的那個課程。那一天，那牧師就講說，他中午休息時間，他說聖靈要賜下方言。那一天，我女兒，我就帶我女兒，然後到那裡，我就感覺到一股很強的力量。我覺得聖靈要賜下那個方言給我女兒，但是我叫我女兒開口，我女兒不願意，我很急，我就比較大聲，我女兒嘴巴翹得好高。就在那時候，她的老師過來為她按手。我本來那時我想要的是求聖靈充滿她，但是後來我一個感覺，一個感受，我退到後面，我跟主認罪，我說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想掌權我女兒的生命，我當時跟神說我錯了，因為她的生命在於你，不在於我，但我卻想要掌權她。那時候，當我認完罪，那老師已經離開，那過了幾秒鐘，我女兒就開口自己說方言，說了20幾分鐘。我的焦點不是在於方言，因為方言是神的恩賜，焦點在於我生命因着這樣，我知道主權，我明白了主權的重要性，因着此，我感謝主，讓我去尊重主權，學習去也因着這樣，我跟兒女之間的關係，我的人際關係因着此改變，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在生命裡面經歷我老二，他那時候他是護士，他第一個上班是那個護理之家，因為沒有人，所以他上16個小時。那下班回來，他跟我說他要去教會，那天剛好主日，我那時候很不捨。因為他若是到教會要超過20個小時不睡覺，我很不捨。我女兒堅持要到教會，那時候是在中山教會，我女兒一直堅持要去。我打電話給他爸爸，他爸爸說啊，他大了，讓他自己決定。但是我心裡就一直坎坷不安。在那個時候，我跟神禱告，就過去的那個經歷，就那個靈我就又跟主認罪，我跟主說這個孩子是屬於你，你自己親自來帶領他。然後當我禱告完不到5秒鐘，我那個混亂的心馬上靜下來。這一件事情我學習了一件相信跟依靠，不要用自己的經驗來判斷。那最後我講一個見證，就是我前年吧，
108的时候，我得癌症，淋巴癌。那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3次就是平安、平安、平安，所以当时我没有跟教会报告，不过有几个人知道，我很感谢他们为我代祷。所以在那时真的很感恩，在那病痛当中，别人讲就是化疗的时候都会吃不下，但是对我一天吃5顿都不高兴。我的食欲非常好，也没有什么。隔天休息1天之后，我还起来煮饭，所以这真的是恩典。所以真的照着主所说的应许所给。但是刚开始我先知道我癌症的时候，他很忧虑。我祷告之后，我问他一句话：你是思想不平安，还是心里不平安？他愣了一下，后来过了好几分钟才告诉我，他说他是思想不平安。从那时候他生命改变。我今天做这个见证，真的，我到去年医生就宣布我脱离癌症。我昨天刚去做检查，那医生说我所有都正常，不过我还有一年观察期，还有1年。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在此我要见证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值得依靠。当你愿意放手，完全交托给他，得胜的是他所给你的恩惠。我们得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得胜，是因为主我们才能得胜。感谢主，愿我们更加有能力来见证他的名。谢谢素人姐妹，素人姐妹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在当小组长的时候，他是我的组员。他有一次为了一位慕道，在组内的一位慕道友经济发生困难，他一直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奔波，在向教会求助。教会的资源用尽了之后，因为教会有一定的限度嘛，大概限度是他还努力的想尽各种办法，甚至自己出钱出力来帮助别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时常很主动的要为人祷告。有一次在一个餐会里面，那是一个团体很大团体的餐会，有一些别的不信主的人在那边，但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胃不太舒服，他就马上来为我祷告，而且一下子就用方言祷告。虽然把旁边人吓得跑光光，他还是很坚持的用这种方式来祷告。他在依靠神、信靠神的时候，他不会去惧怕那些所有的一些可能别人的一些不好的反应，真的是信心真的是非常美好。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见证分享就到这个地方，谢谢。把时间交给混小长了。好，非常的感谢嘛欢喜，听到咱兄弟姊妹做的见证吼，真正我相信，足侪人听到这个见证，拢是有的是甘着目屎吼，安尼真欢喜着跳的心来见证咱的主。咱只是咱嘛要为着咱的教会一事工来祈祷。首先，咱先来来读上帝的话哈，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咱来宣告：愿主复兴迦南教会。大家靠无学习真理，欢喜宣扬耶稣救恩，把握机会，运对
用做工，阿门。好，咱要为着教会一个事工来祈祷。第一项就是要为着咱的牧者，甲咱的中级团队，咱会当合心合一来服侍来带祷。第二项就是要为着2022年事工计划这个推动来带祷。第三项就是要为着咱的小组事工推动牧养，无论是成人的牧区、青年的牧区、儿童牧区，还是开放式的这个关怀小组、这个领袖小组，咱的背景来带祷。第四，就是要为着咱33号2楼，迄个新的礼拜堂，甲咱49号1楼要整修这个空间的这个运用来带祷。第五项，就是要为着推动复兴祈祷呢来带祷，大家会当同心合意来祈祷，来经历着上帝迄个我看不太，迄个圣灵的恩惠哈。第五项就是要你2月20，咱要开始有增加着第3场的礼拜，你7楼遐吼，咱有这项事工来带祷。第六就是3月7日开始，咱嘉南教会有一个门徒的这个列车，门徒列车、门训跟门徒列车哈，要来开始推动啊！你甲3月12这天呢，咱有一个门徒营，这个事工来带祷，请咱大家同心开喙来为这个教会事工来祈祷。来主，我感谢你，阮这事工。实在是需要属你的圣灵甲阮同在，互阮伫推动的时阵，主你家己本身来掌管，主你家己本身来互阮跟对着主你的脚步，来复兴着教会。主，阮感谢你，阮真正是袂堪你，阮真正是无够赢的。主，你真侪阮的帮助，你真侪阮的庇护，你真侪阮头前军队的这个光。照着阮，你带着阮，互阮伫即个未来道路顶头，会当常常跟对你，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主爱天父，阮感谢你，主，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只要过一口气，就是主你的赏赐。主，阮感谢你，阮随望遮尔啊软正卑微，你犹原无放下阮，你犹原时时互阮会当来勇敢行头前的道路。主啊，阮感谢你，我嘛要将阮需要的摆咧伫主你的面前，因为阮知影，阮实在是袂当做啥物，阮需要你甲阮同在。主，求你点导阮迄个祈祷的火，即个火把若点导来带领到正会友，互阮的中集同心，一齐往前来跑走。主啊，求你带领阮，我要将教会今年开始要推动的种种的事工，无论你各种的牧区顶头，也是阮要推动的一个训练顶头。主，阮向你恳求，阮需要你甲阮同在，阮需要你来带领阮。互阮用着迄个头前的标来跑走，主，阮需要你真侪阮的困难甲帮助。主，我慢慢将阮要使用的新的礼拜堂，也是阮现在所徛起的这个本堂的1楼，我们整修的部分。主，你互阮用你的眼光看见迄个新的礼拜堂，看见迄个新的空间，安怎好好来运用，会当真侪人来靠谱你、羡慕你、意爱你，
伊也来到你面前的一个所在，主啊，求你带领阮。阮真正是袂堪的，但是阮看见迄个着急的心，所以阮27楼有个第3堂的礼拜开始，主要照着安尼，互遐个你目前无到礼拜堂的人，会当亲近你，会当听到你的道理，听到你的话语来认捌你。主，阮将阮的心志嘛放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阮，阮真正大大呼求主啊，求你帮助阮。伫这个重要的时刻，你真做阮的气力，你真做阮的泉源，互阮会当无软弱，阮会当勇敢往前来跑走。主，真正求你甲阮同在。阮愿意跟对主你的脚步，互阮的牧师团、中志甲阮众会友，拢会同心一齐跑走头前的道路。阮将这个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按耳孔来听，因为你讲你无要放杀阮任何一个人。主，阮深深向你来恳求。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咱继续要为着牧区关怀牧养来祷祷。来，咱同齐来念主的话。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来，咱大家来同齐宣告：愿上帝赐福迦南教会建立听的牧养团队，信仰同心赞赞。彼此关怀，支持，信心得到坚固。阿门。好，咱嘛要为着教会这牧养的这关怀来祈祷。第一，就是要为着儿童牧区；第二，为着咱的青年牧区，为着这各小组，为着青年牧区，这咱的领袖小组，也是开放式的这个关怀小组。也是咱礼拜这个拜五这个乐龄小组这个牧养为着咱的区长、小组长这个属灵的这个家长呢，因的培养咱即马开始有这个门徒列车、门徒营，咱希望讲更较侪人来参与，咱为着这个来祈祷。还有吗？没有。好，咱大家开声，同齐开嘴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主，我们要说，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今天在这边，我们再一次要来跟你对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看耶利哥的城墙。主啊，求你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说要绕城，要安静的绕城，要来跟随你，要看到耶和华的元帅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为了我们的牧区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儿童牧区，为我们的青年牧区，为我们成人牧区所有的小组长来向你祷告。主啊，你说你是我们的牧人，你说你的羊群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要说这些小组长都要来听见你的声音。
主啊，因为你说你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要宣告这些小组长他们的生命更丰盛。主啊，他们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不论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的恶者来到他们当中，都不能够得着吞吃他们，因为你是大牧人。主啊，因为他们的丰盛的生命要胜过这一些。主啊，你说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必不是缺乏。我们要宣告这些小组长们，他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没有缺乏，他们可以成为小组员的供应，小组员的生命的榜样。我们也为我们的小组员们来向你祷告。主耶稣，你说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求你使我们的会友，我们的小组员们，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他们要结出满满的果子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主啊，他们要彼此相爱。主啊，他们要在 RPG 祷告当中遇见你。主啊，他们要与你连结，他们要结出更多的福音的果子来。主啊，在今年的门徒列车当中，我们求你兴起更多的人，兴起更多的区长、小组长跟属灵家长。主，我们知道你在2022年要在迦南教会做大事。主，你正在扩张我们的硬体，主，你正在扩张我们的软体，你正在扩张我们属灵的生命。求你继续坚固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孩子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咱要来唱回应的诗歌。每一天我需要你。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需要你，需要你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你为真理，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更不是自己主爱你的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需要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真理，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是自己阻碍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
今晚咱依然徛的，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来代祷。我们要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咱奉主名做伙来宣告讲：上帝是我的快乐，我的盾牌，我随时的帮助。我若倚靠伊，伊要听我恳求的声，应允我的祈祷。阿们。咱做伙来为着咱兄弟姊妹，特别是很多年老体弱，在病痛当中，在面临生命的征战，特别我们为陈绿英姐妹，之前病危，牧师去为她祷告，有好几次已经是要遇见主这样哦。但我觉得真的是劳苦重担，求上帝来释放因为开始都有褥疮了哦。所以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了这些癌症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面临这样的征战，要做这些的疗程最近我们看玉民弟兄最近要做一些疗程。我们特别为吕美惠姐妹这个初信的，忽然有一天她不见了那家人很着急那感谢主他现在跑去花莲然后在那边需要面对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那我今天也联络我那个同学的教会，我也鼓励千南兄他现在请假3个月去陪伴他，我说这个是美好的时刻。那在那边我告诉他们说礼拜天就就近去美伦长老教会做礼拜，我已经有跟我同学那边打招呼。我们特别为这一对夫妇周千兰还有吕美惠姐妹特别是她面临癌末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征战，内心的这样的混乱需要神的同在她的先生比较信心所以我们特别为这对夫妇在出现的过程当中，让他们依靠主，虽然面对可能他放弃的医治那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我们也为了这些的病痛的弟兄姐妹在长期这样一些病痛当中，如果有慢性病，你就知道那种折磨了但是保罗说那个是让他去更依靠神的一个力量，在苦难当中，在软弱当中。他何时软弱，何时他就依靠神。所以有人讲假苦动作假报我们也为着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意外，他们在面临这些开刀，特别是我们也为了这些要开刀当中千羽还有钟贤哥现在感谢主有进步。病房本来很难，但是今天神有预备，所以我们宣告耶和华是以勒的神，是预备那也为施予都是在信心当中求主来兼顾他们。特别也是为了这些家有失丧者，我们为了邱美智姐妹的弟兄先生于学仁91岁，感谢主我。礼拜一去为他祷告，说很安详。在前2次有去家里去为他祷告，感谢神，神希望他在劳苦的重担当中能够安息主怀，愿主来安慰这一切的遗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开口，为了这些来祷告。我要请右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为。第1项、第2项就是软弱的，还有癌症的。那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为了病痛这些的弟兄姐妹，还有家有失丧的，特别是在开刀在这些病房当中，在要面临开刀这一些的恐惧、这些不安，求神来赐给他们平安医治的大能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
美利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肉体衰弱衰残，但是我们的心里一天跟一天更靠近。主啊，帮助这些年老衰残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生命知道主你依然与他们同在，如同西面他在等待遇见主的面。主，我们也奉你名来祝福这些患癌症的弟兄姐妹，有的在经历医治，有的在面对生命的这些最后的路程。主啊，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有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医治。主啊，求你的医治降临充满在他们中，奉你名来捆绑这些癌细胞，离开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医治的大能充满，因为我们同心合意来为这些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赐下你的医治，坚固他们的信心，特别是帮助他们面临亲人的事上的时候，主依然有主你的安慰。主，我们要将这些弟兄姐妹年老体弱衰残的时候，我们心依然盼望遇见神。主也奉你名来祝福这些面临癌症的征战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些脑出血要开刀的。主，你知道他们内心，就好像耶稣你知道那个失明的弟兄他的内心的心境一样。主，你知道他们可能面临开刀的恐惧害怕。主，你也知道这些的家属在面临他们的亲人要面对这些征战时候，在这惶恐不安。主，你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帮助。主啊，成为他们的盾牌来依靠你。主，谢谢你也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主，让我们的信心随时预备好，特别是我们为了余学仁弟兄的家族，主，你已经让他长寿，你让他在病床当中安睡，你希望他的身体劳苦重担，求你安慰他的亲人，让他们在这个信心当中看见神你复活的盼望，神你为我们预备天上住处的这一些的盼望。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再相见，这样的期待。愿你来赐福，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也让你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他们一个一个要上台来见证神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神已经为我们来行奇事，为我们来征战的神。来，手这个来。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增云彩当遮盖，也见识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展云彩当遮盖，也见识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火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
战大的，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一次来宣告说，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为我们征战、为我们行奇妙大事的神。谢谢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与我们同在，你是允许我们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乐意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赏赐给敬畏你的人。谢谢主，你允许同心合意，没有什么不能成就的，赐给我们信心，去经历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谢谢主，赏赐我们美好的祷告的时光，愿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不畏风雨，不畏寒冷，排除障碍，排除困境。我们每个礼拜一起来祷告，不住的祷告，更多的祷告，就有更多的经历。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彼此来祝福说，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请坐。